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19，旧历的4月初1，礼拜5。受到方面的影响，新竹桃园地区规暝哦，雷公市那落大雨，尤其是竹北甲新丰沿海迄块地啊，落超大雨。有几内所在的地下道严重来积水，有袂少车来告车。 驾驶只好是爬起伫车顶等待救援，啊，新竹县嘛马上来成立着3级的水灾紧急应变中心，针对着淹水的地区出动救援来排水。 毛野海方面，和新竹县一直咧上大雨，伫咧海华山乡镇拢做大水。新竹县新丰乡有民众要登去厝，讲未舒适咧撩起，边的水就亲像是水墙，顺着浪棚一直咧冲。 落落的雨水顺着路面往凹去的所在流，宝山乡宝新路2段变成是热过满仔水，想我车驶上红顶无法度向前行，只好停伫咧路中央。台北市凤公路5段这边累积规暗的水，水拢淹甲骹头乌是真歹行，甚至也有居民受困伫咧厝内底，必须爱靠人甲挨出来，总共5个人撤离到亲情的厝。 台北中和街地下道，规台车拢伫要雨水淹过，半暝啊，阁有3个人受困，徛伫咧车顶等人来解救。想要登去厝，也着爱行过长长的水路。同款伫咧台北市海口的忠义里，会用来讲规个村拢浸伫咧水内，水是淹甲骹目。街楼站的住户半暝啊，着精神无奈摕扫帚，正骨力伫扫水。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淹的啊？4点，马上就淹起来了。 那时候3点半、3点40几分，我们还看排水沟，还没有淹。另外，伫咧湖口乡嘛，同款是水淹徛街，做好一透早就可以奔到将水放出去厝外。这边的雨水上甲这么大，又搁串流嘛，已经影响到民生交通。到今天早上为止，我们总共有28处的地区是有淹水，其中有2部车子是陷在水里面。那我们也救出了3个人。新竹县的水灾紧急应变中心3级已经 成立，针对淹水的所在出动机构排除淹水，要赶紧将安全的路幸福县民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